讲到最近，这国际黄金的介绍是直直起，台湾金马店公告的这个黄金介绍，也是这几年上悬的。伫高雄却出现全台湾头一台黄金贩卖机，就踩伫咧百货公司内面，有卖金条、白银等等的商品。不过，家算起来，介绍也是比金马店搁较贵，也引起大家讨论。 这台看起来亲像一般的贩卖机，其实伊是全台头一个黄金的贩卖机，操作方式同款，民众只要入卡，金马就会为出口拿出来，佮有保证书。其实毋但卖金条，也有白银等等超过10个商品，介绍为1000到3000外块拢有。业者表示，这一个月因业价已经超过50万，才袂少民众试看卖。 金马店内底限制足多的，限制甲有当时入去，有当时要出门要创啊货，安尼无方便。机器操作一次的就会使啊，我感觉是较方便啊，贵一点嘛是较无要紧。买物件，连黄金这种贵金属拢会使安尼买啊。截至目前的话，营业额的部分是有超过50万这样子。那是希望消费者可以在买黄金的时候，不要受限于时间或地点，都可以轻松的做购买。虽然方便，不过贩卖机的金马介绍确实比金马店的搁较贵，1公克可能相差800块。其实最近国际金价已经破2000块美金，是这几档以来上悬的介绍。金马店业者表示，最近卖金马的人是加出3成，上涨有30%左右，因为回收其实现在的进价蛮高的，我们坐落在7900，所以很多的客人他们都会拿很多的黄金来抛售场。 进前也有大卖场卖金马，是引起真侪讨论。即摆民众买金马的通路变多，煞拄着黄金当咧起价，金马店业者预测未来金价可能会继续起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